喺上海世博園區內嘅大型特別建築世博族陽光谷，日頭可以利用陽光照明，而夜晚就會展示千變萬化嘅燈光。由黃玉婷介紹下。千變萬化嘅色彩，加上變幻莫測嘅圖案，令夜晚嘅陽光谷變成世博園區一個耀眼嘅夜光杯。璀璨奪目嘅燈光吸引唔少攝影愛好者駐足拍攝，一影就半個幾鐘，但都未影得晒呢個夜光杯全部嘅變化。燈的顏色，配襯着這個場館的建設，可能是給人一種夢幻般的感覺。小朋友亦忍受住寒冷留低觀看。燈光好看，燈光好看，那冷不冷啊？冷。每個陽光谷高40米，差唔多有12層樓咁高。日頭可以自射陽光照明地面嘅走廊，減少使用燈光，節省能源。佢仲具備雨水收集功能，雨水可以順住玻璃幕牆流入地下嘅儲水池，經過處理之後用嚟淋花同沖廁所。亞洲電視記者黃玉婷報道。泰國曼谷嘅緊張局勢仍然未有緩和嘅跡象，反政府紅衫軍喺架空鐵路站嘅月台放置車胎，令到架空鐵路一度要停駛。而泰王尋日公開露面，但就冇正面回應當前嘅局勢。林永雄報導。紅衫軍今朝喺架空鐵路仲未開始行駛前，喺示威大本營附近一個車站嘅路軌放置車胎，防止軍方用架空鐵路運送士兵嚟掃蕩佢哋嘅大本營。架空鐵路全線停駛，令朝頭早繁忙時間嘅交通大亂。紅衫軍其後喺軍方嘅勸喻下移走車胎，列車服務喺停頓4個鐘頭之後恢復。運輸部長話會控告擾亂列車服務嘅示威者。泰王普密蓬尋日喺醫院接見新委任嘅法官，係紅衫軍示威個幾月嚟，泰王首次公開露面。面容憔悴嘅泰王冇直接評論當前嘅政治僵局，只係要求法官公正辦案，要樹立好榜樣，維持國家穩定。泰國政府就聲稱紅衫軍有推翻皇室嘅陰謀，話紅衫軍除咗想解散國會之外，仲有其他目的。最近軍方發現部分紅衫軍領袖同埋前總理他信密謀推翻君主制，當局可能會對呢批人採取法律行動。不過當局並冇講明掌握咗咩證據。有分析認為呢項指控可能係用嚟爭取民眾支持武力鎮壓。喺上世紀嘅70年代，政府曾經用過同樣嘅理由嚟到鎮壓學生示威。軍方已經下令紅衫軍撤走所有阻擋外省軍警開入曼谷嘅路障，否則將會面臨武力鎮壓。而支持政府嘅集三軍依家同紅衫軍一樣，每日都舉行集會。紅衫軍揚言聽日起，每日都會去到集三軍嘅集會地點附近抗議。亞洲電視記者林永報導。泰國係實行君主立憲㗎，咁國王喺政治上冇任何實權，咁但係泰王普密蓬一向深受國民愛戴，喺過往歷次嘅軍事政變或者係政治衝突，都由佢充當中間人，咁佢嘅決定都有一錘定音嘅效果㗎。林宗儀報導。1927年喺美國出世嘅普密蓬18歲繼承皇位，登基超過60年，係當今在位時間最長嘅國王。佢精通多國語言，又擁有博士學位，喺國內深受民眾尊重同愛戴。憲法上普密蓬冇政治實權，但佢地位極高，一言一行足以影響泰國政治局勢嘅發展。1973年，泰國學生發起民主運動，企圖推翻軍事獨裁政府，受到血腥鎮壓，最後由泰王出面調停。1992年，另一次反軍方示威觸發流血衝突，亦係由普密蓬憑住威望迫使各方讓步，化解危機。5年之後，泰國通過第16部憲法，實行民主制度，政府總理嚟自選舉產生嘅國會議員。但係2006年，泰國陷入另一次政治危機，前總理他信外訪期間遭到軍事政變推翻，廢除咗憲法。當時普密蓬簽署臨時憲法，委任前陸軍總司令素拉育做臨時總理。第2年舉行大選，但之後上台嘅沙馬仲差一直被指係他信嘅代理人，喺短時間之內先後遭到推翻落台。08年由現任總理亞披實領導嘅民主黨喺大選勝出，同其他細小政黨組成聯合政府，但支持前總理他信嘅紅衫軍又發起連串示威，要求佢解散國會同落台。但現年82歲嘅普密蓬一直備受健康問題困擾，更一度傳出病危嘅消息。自舊年9月起，因為肺部感染喺醫院留醫，好少露面。
亦冇對呢次政治危機明確表態。外界擔心，除咗普密蓬之外，冇人再有份量擺平事件，可能要再一次由軍方收拾殘局。亞洲電視記者林宗義報導。喺台灣基隆山泥崩塌現場，救援人員喺山泥入面發現一部被埋汽車嘅車牌，而家仲未揾到嗰一部車㗎。救援人員就相信車上有一對男女正加緊挖掘。呢一次嘅山泥崩塌，相信最少有4部汽車被埋，5個人失蹤。吳慧思報導。台灣基隆嘅山泥崩塌發生超過2日，當地不時落住雨。不過過千個救援人員繼續喺現場嗰度搜救。接近中午時分，佢哋喺山泥嗰度發現一塊被壓到完全扭曲嘅車牌，估計有汽車可能埋喺附近，一度停用大型機器挖掘，改由士兵用鏟挖掘。現場更加一度誤傳已經揾翻嗰部車。根據挖出嚟嘅車牌資料，救援人員估計嗰架被埋嘅係一架黑色嘅私家車。冧山泥嗰陣，有一對男女喺車上面。失蹤者嘅家人批評救援工作慢，要當局加緊救人。不能說老實說以黃金74小時為標準，因為要看什麼狀況的時間來算，不能一概而論都講黃金72小時，對吧？盡快的調援那個探測隊，大批的來探測。看看裡面有沒有資訊，有沒有任何消息，我們請求趕快派探測隊。行政院副院長朱立倫下晝到現場視察救援進度，又慰問失蹤者嘅家人。佢話會盡快救人，又話當局會全面檢查各地嘅公路，唔容許同類事件再發生。大批嘅挖土機連有挖掘，已經清理部分冧落嚟嘅沙泥。不過當局預計仲要10日先可以清理全部嘅泥石。星期日下晝，呢一條連接台北同基隆嘅主要幹道附近一幅山坡大幅崩塌。有報道指可能係因為山坡嘅護土結構老化導致意外。亞洲電視記者吳慧思報道。打鼓嶺村屋3億幾毒品案，其中一個52歲嘅涉案男人被控販運危險藥物罪，朝早喺粉嶺裁判法院提堂。被告被黑布蒙頭，腰間鎖上鐵鏈，由警車押到法院。控方喺庭上話，警方喺涉案嘅村屋搜出370幾公斤可卡因。被告喺警戒之下話，答應朋友以每公斤5000蚊嘅報酬存放呢一批毒品，並且已經收咗30萬。法官喺庭上話，案件嚴重，又涉及失蹤人口，警方需要更加多嘅時間調查，將案件押到下個月3號再審理。被告還押警方看管，同案仲有多人被捕，其中2個年紀較大嘅獲准保釋候查。而喺案發現場嘅大埔田村啦，警方下晝再拉多2個男人，咁其中一個人啦喺多名探員嘅陪同下，返警署進一步調查。咁搜出毒品嘅村屋咧就仍然封鎖，警方繼續喺村內搜查失蹤嘅男人嘅下落，又用直升機喺上空視察附近一帶嘅情況。呢宗本港歷嚟最大宗嘅毒品案，係警方早前接報有人失蹤，調查期間喺村屋啦發現價值3億幾元嘅可卡因。另外，保安局局長李少光唔認同喺3億毒品案中，警方如果唔接獲舉報有失蹤人口，就冇辦法破案嘅講法。但就話會檢討收集情報上係唔係有漏洞。佢強調冇證據顯示本港成為販毒中心。情報嗰方面呢，就係咪有漏洞呢？我哋要翻嚟睇睇。咁當然咧，唔係所有嘅偷運嘅毒品都有情報去到我哋嗰度，呢樣真嘅。因為如果咁咧，就全世界就冇晒毒品活動㗎啦。但係喺呢方面咧，係要好靠咧，係各地嗰個執法部隊咧，喺嗰個情報嗰個交流方面，大家配合。另外，今年首季整體罪案率同埋暴力罪案率都比去年同期分別下跌咗2.2%同2.1%，但係搜獲嘅毒品 K 仔同埋忘我類搖頭丸分別上升90%同埋1%。咁至於打擊跨境洗黑錢嘅問題，李少光就話會研究設立出入境旅客攜帶現金數量嘅申報制度。地產代理監管局證實，正調查新鴻基地產嘅南灣項目，有地產代理涉嫌違規，預早收取買家嘅訂金，偷步賣樓嘅事。咁地監局話喺上個星期已經立案展開調查，如果證據充足，就會將個案轉交俾紀律研訊部。咁地監局亦都已經去信有關嘅地產代理了解情況。地監局又話，發展商已經作出咗初步嘅回應，正等候詳細嘅書面回覆。